百姓中的族族啊，恁就将权能应光归乎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应光归乎耶和华。带礼物来入伊的院，就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全地伫伊的面前袅袅喘。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173首，上帝即时临在，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请咱做伙来祈祷。慈悲天然阮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满心欢喜感谢，阮感谢你，互阮无受阻挡，会当来到圣会中来敬拜。主，阮感谢你，阮即时也要用安静谦卑的心，伫你的面前来朝见你。恳求圣神，即个时阵充满伫阮的会中，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监察阮的心思意念，体贴阮的软弱，安慰阮
受伤的心灵，也欢喜阮伫你面前充满快乐感恩的心。主伫阮在座兄弟姊妹中，检查有人心受挫折，互阮拄着伫生活中侪挑战来失败，总是互阮抑阁有勇气，早起时来到圣殿，要来敬拜，要就近你，要对上帝来领取迄个强有力的力量，互阮会当靠主来对阮的生活所拄着的挑战来夸胜。做即个时，阮伫你面前摆上的礼拜，愿你欢喜感纳。今仔日是阮大抗节第2主日，阮大抗就是阮天后主耶稣基督来出世的即个日子。主你已经伫2000年前已经出世伫世间，你伫阮人的中间，你已经将你的救赎来完成，你将救赎的道路明明指示互阮。伫2000多年来，你的圣会一代传过一代，伫遮阮双年教会也已经有104年，互阮伫即个所在徛在，成做即个社区的祝福，成做即个城市的愿望。愿阮也即个做要紧，互阮也即个做阮的责任，无放松，无看轻阮家己，无袂记着阮的吊命，互阮也即个做阮的标杆，努力头前来跑走，为着主来得到更较侪的灵魂来归荣光伫天父上帝。祝阮抬杠的时，阮也咧听候祝你第2摆的降临。祝阮若是听候，阮就备办阮家己的心，亲像伫早前犹太人听候500多年，弥赛亚才降临。伫2000多年来，阮一直咧听候主耶稣基督你第2次来到这个世间。伫听候的这个过程遮尔久，总是你的信徒无失志，你的信徒无绝望，你的信徒犹原存着愿望的心咧听候。伫听候这个过程，阮需要来清气阮家己，来备办阮家己，来互阮家己来得到清气，得到圣洁，互阮互主欢喜，互阮的感激，互主来引带，互阮的感激，互主你来安慰。因为阮抑阁伫咧听候中，阮就需要上帝你甲阮同在。祝阮你的圣会、双年教会伫10月份有选出新任的长职，阮真欢喜上帝你伫你的教会来兴起新一任的工人，就是你的奴仆。阮看见有侪是青年，是少年，要来传承这个教会过来的使命。愿圣神你来充满、教导、培养、栽培、造就新一任的长职，互因会当照着上帝你的欢喜的旨意来执行你所爱阮做的事。互圣会无抵到偏行家己的道路，只是主来遵守上帝你圣灵的感动，主你所欢喜的道路来迈进。恳求主你来坚固新任的长职以及同工，互阮会当上帝你所欢喜的来跑走。这个时阵，阮要遵照主耶稣基督教是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愿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上，亲像伫天里。我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敌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这时阵，咱来交托启应文第12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第12篇，也就是诗篇46篇，请咱做伙来启应。上帝是阮躲闪的所在甲溃力，所以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野涌，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袂摇动。列邦哗哗好，上帝出伊的声，地就消牛。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关台。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互高前刷到伫地极，伊压一根，站长枪，将战车烧伫火中。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我要伫列邦中做权大，受尊做大。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关台。阿免。这时阵，请咱过来吟圣诗。圣诗143首，请来，以马内利，请咱起立来吟。者。男声合奏团
利用圣诞赞美，带咱来学习上帝。愿学乐归伫天顶的上帝，请咱来共读圣经。有两位，第一位是伫新约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伫现代中文译本新约的部分，第267页，请咱现着做伙来读。听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会忍受一切。第二位的圣经，旧约诗篇42篇，伫现代中文译本旧约的部分第700页，请咱会当掀开咱的圣经，咱做伙来共读。诗篇42篇。上帝啊，我较无你，亲像鹿较无清凉的溪水。永我的上帝啊，我较无你，我什么时会当到你面前朝拜呢？我暝日哀哭，用目屎准饭食，对着不断地问我，你的上帝伫倒位？
我少年早前的光景，无限悲伤涌上心头。迄时，我甲群众做伙前往上帝的圣殿，带领着欢喜快乐的朝圣者，一路欢呼学了上帝。我为什么这么悲伤？我为什么这么郁卒失志？我要仰望上帝，也阁要学了伊，伊是拯救我的上帝。伫流亡中，我心悲痛，因为安尼我想念上帝，伊互忧伤的波浪淹没我。扰乱，亲像大水往我哗哗吼，亲像黑门山、弥撒岭的瀑布，水墙冲往约旦河。愿上主日时显示永远的疼，每时用阮我学了赐我生命的上帝。我对保护我的上帝讲。你为什么袂记得我？我为什么要遭受对敌的迫害？为什么不断受苦？因的凌辱将我压碎，因不断地问我：你的上帝伫倒位？我为什么这么悲伤？我为什么这么失志郁卒？我要仰望上帝，也阁要学了伊。伊是拯救我的上帝。以上，蔡正道主任牧师今仔日要带予咱的信息是：听是凡事五望的第二讲，请咱恭敬来领受。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分享凡事五望的第一讲，咱有提到讲凡事五望就是绝对无要放弃。咱有提到两个方向，就是对家己甲对别人，咱拢毋通放弃。今日咱要继续来看这个主题，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常常透过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你的话充满快乐，会通更新调整、改变阮的意念。愿恳求主，你帮助阮，因为我要用谦卑的心领受。求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祝福阮，阮明白你的心意，也通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名。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顶回有讲到，凡事五望，就是对家己甲对别人，拢绝对无要放弃。咱今日要来看第三项，就是上界重要的一项，就是对信仰，咱绝对无要放弃。因为这是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安尼讲，恁的确需要持守信仰，建立伫坚固的基础顶面，毋通放弃当初时领受福音得到的五望。意思来讲，咱爱持守信仰，因为信仰帮助咱建立一个坚固的基础，绝对毋通放弃当初咱领受福音时阵所得到的五望。请大家毋通袂记住，咱上界大的五望，就是永远活的五望。这是上帝对咱上界大一个恩典，因为透过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带互咱即个永远活的五望，互咱会当对信靠耶稣基督，得到迄个永远活的锁匙。因为这是关系生命的代志，所以请大家绝对毋通放弃，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伫咱看历史上，初代教会受到真大的迫害，但是伫迄个时阵，虽然外在环境真无好，但是这真侪信徒因伫患难迫害中间，永远坚持着信心，因为因心中有一个五望，
就是因相信只要超越过这款的逆境，的确会当得到上帝所赏赐迄款袂朽烂的冠冕。所以这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咱来反省，今仔咱信耶稣基督，毋免搁再受任何迫害。但是反倒当真侪人会真容易冷心倒退，放弃信仰，因为咱的环境太舒适啊。所以咱会将迄个愿望放伫咱的工作，放伫咱的事业，放伫一寡世俗的代志。当然，牧师爱大家知影，毋是讲这个无重要，但是咱爱真心明白，这甲永远活比起来，这其实是次要的代志。因为只有咱的生命是上界重要的。耶稣基督讲，人若趁着全世界，赔上家己的性命，并无啥物利益。所以，请大家的确爱坚持咱的信仰，对信仰绝对无放弃。所以，咱爱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伫任何情况下面，无论顺境也是逆境，咱拢爱持守信心，持守信仰。这是上界重要，所以咱对顶礼拜到即礼拜的分享，咱知影凡事愿望就是对家己、对别人、对信仰，咱拢爱坚持到底，绝对无要放弃。但是这时阵，咱会拄到一个问题。我牧师啊，你讲这道理，我意识上拢真清楚。伫教会内底，领受上帝话的时阵，我嘛感觉真有信心。但是当我离开教会，当伊甲现实的生活中间，常常拄着真侪恶担当的事，咱甲伊亲像搁软弱落来。所以接下来咱爱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咱的现实确实是愿望甲绝望来交战。对大多数的人来讲，检查咱心中明白讲，咱对家己毋通放弃，对别人毋通放弃，对信仰更加毋通放弃。伫任何情况下面，咱拢爱持守信仰。但是伫现实的生活中间，有时阵咱拄着患难困苦的时阵，真侪兄弟拢会陷入这种情形，就是绝望甲愿望来交战。因为伫咱眼前所看到的，甲上帝要应允予咱的，甲亲像有一个差距，有一个距离，甲亲像无共款，互咱的心会陷入这种交战中间。咱的心就亲像海涌同款，浮浮沉沉，起起落落。有时阵咱真有信心，真有愿望，但是拄着现实的环境，咱个冷心倒退，个软弱。咱看到今仔日所读的第二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诗篇42篇，伊是出自一个被环境所迫害来流亡的做诗的人，因为伊袂当到圣殿内底敬拜上帝，而且毋简单安尼，四周围有真侪对敌咧踢笑伊，咧攻击伊，来笑讲你的上帝毋知走倒位去，所以伊心内真艰苦，伊就做这首诗来求上帝帮助伊。咱会当对伊所做的诗句中间发现讲，伊的情绪真正无啥稳定，咱亲像应小共，起起沉沉，起起落落，浮浮沉沉。咱对伊所写的这诗歌中间，咱看见到，伫第3节中间伊讲，我每日用目屎准饭食，人不断咧对我讲，你的上帝伫叨落呢？到第5节的时阵，哇，信心阁起来，讲我应当仰望上帝。伊用伊的面我要阁学落伊。但是到第5节的落尾，阁讲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伫我的内面着急？到第8节阁讲，你是耶和华的确我施主爱，免是我要唱歌学乐祈祷，享受我生命的上帝。所以伊的生命呢，就是一时啊有愿望，一时啊阁绝望，一时啊阁有愿望，一时啊阁绝望。这就亲像咱的人生相共嘛。有时阵咱真有信心，完全仰望上帝，交代予上帝。但是有时阵，咱真正会拄到迄个人命的低潮，咱确实毋知影要面对咱的人生。虽然咱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拯救咱，佮要享受咱丰盛的生命，要互咱上界好的愿望，
但是当来到现实的时阵，咱面对的经济压力、情感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事业的压力，甚至有人伫肉体顶面得到病痛，必须要去面对。这痛苦一切咧攻击咱，就亲像做事的人讲，我会对着勒骂我，好亲像拍碎我的骨头，所以我每日用目屎准饭食。亲爱兄弟姊妹，我毋知影大家敢有即款相款的经历甲感受。当咱伫着患难困苦的时阵，有时咱哀求上帝，但是迄个困苦改成一直无法度解决。拄着即款的问题，咱要安怎去面对？圣经互咱的答案就是凡事毋忙。面对这困境的时阵，大多数的人拢会去想讲：啊，为什么我会拄着即款的困境？但是其实较重要的是，咱要保持毋忙的心，思想咱安怎脱离这个困境。因为真侪人拄着困难，都反复去检讨讲我为什么发生这个代志的原因。当然，咱检讨，互咱后一遍无搁再犯相款的错误，即款反省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咱若一直陷入即款的过程中间，最后产生埋怨，埋怨别人，埋怨家己，甚至埋怨上帝，互咱的心灵受损，安尼即款的反省一点仔意义也无。反倒当咱会常常设法对即个困境中间安怎挣脱出来。做事的人，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到底咱要安怎反省？要安怎脱离即个困境？凡事毋忙。所以牧师今日要甲大家提供圣经中间所讲的3个真重要的秘诀，咱来学习。这是3项真重要的操练，咱来做伙来学习。第一项就是咱来训练咱目睭的功课，就是咱来仰望上帝。这是目睭的操练啊！咱来注心去看上帝。仰望是啥物意思？仰望就是注心去看。仰望上帝，就是用上界坚定的心去看上帝，去倚靠上帝。好亲像一个咧比赛赛跑的人，伊将伊的目睭注视伫迄个终点顶面。因为注视仰望上帝，会互咱带来3种效果。第一种，就是注心看上帝，互咱有一个真清楚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上帝互咱呼召咱来领受的迄个目标。有一个目标，咱就会伫路程顶面有勇气去坚持。我毋知影大家甲我相共有即款的经验咱若要去一个所在，一个毋捌去过的所在去了搁转来你感觉讲去可能真久，转来可能较紧。因为咱去的时阵，咱毋知目标伫倒嘛，所以咱毋知后一步要安怎行嘛，所以咱一直感觉感觉讲真久。但是转来的时阵，咱知影咱要转来厝里，知影这目标嘛，所以咱感觉讲时间真紧就过。毋知大家敢有爬山的经验？我虽然无真够爬山但是阮过去为着训练学生，阮拢会带我伫大专中心咧服侍的时阵，阮会带学生去爬迄个阮叫做嘉南平原最高峰啦嘉南平原上高峰伊的标高是1234公尺啦叫做大东山阮拢去爬拢对关岭遐差不多400多公尺爬，差不多800公尺去到1200几公尺虽然毋是真悬的山啦但是迄有小可爱有体力，像我这大块的爬了拢会喘爬到山顶，佫会身躯佫会呛烟的，那寒天会呛烟第一遍的时阵爬足痛苦的，因为对人爬咱毋知影讲后一步要安怎行，毋知该行偌久大家问头前迄个人讲要到大家拢爬袂到我足艰苦的。但是爬第2遍就较轻松爬第3遍较轻松，我总共爬17遍迄爬到尾我就知影讲后一步虽然足艰苦的，但是爬去了知影我过了就会看到啥物货佫向前行会看到啥物货若爬到迄个山顶，迄树林顶面有光的时阵，就发觉讲安尼你要到山顶所以因为你有一个目标，你知影后一步要安怎行，所以你会比较较容易有迄个能力超越迄个过程
所以有目标真重要。仰望上帝，互咱有一个真清楚的目标，互咱有勇气会当经历这个过程，去到上帝所赏赐咱的奖赏。第二项，仰望上帝会当互咱有快乐。咱学习仰望上帝，会当得到力量，因为咱深信，比咱仰望信靠的上帝是一个大关联，是一个充满疼的天父上帝。所以仰望伊，伊会赏赐咱快乐。而且伫咱艰苦的过程中间，伊甲咱同受苦。所以圣经安尼对咱讲，诗篇59篇第9节讲：我的力量啊，我要仰望你，因为上帝是我的关台。所以咱对仰望上帝中间得到快乐，互咱会当经历迄款的困境。最后一项，仰望上帝，互咱有仰望。仰望上帝互咱毋干那看到讲，代志真困难。真侪困难围着阮，仰望上帝也互咱看见到，咱所信靠的是一个大关联，去听咱的天父上帝。所以咱心中就充满仰望。当然这是一件困难的代志，但是咱来学习，咱真清楚。如果咱会当看见上帝伫这过程中间，甲咱同在，互咱有快乐，咱会当超越过目前的困难。这就是目睭属灵目睭的操练，这是第一项。第二项爱操练的是咱的嘴，就是咱来拄到困境，咱爱一发去学了上帝，这是嘴的操练。嘴的操练非常重要。咱看见到圣经中间有一个故事真特别，伫历代记录的下卷。这个故事记载讲，伫约沙法做王的时阵，当时阵因的国家拄着足大的困境，有3个真强大的国家要联合来攻击因，所以约沙法真惊吓，人无办法来寻，伊只好求助上帝。伊想着上帝，所以伊要求全国的百姓做伙为着国家的危险来禁食祈祷。当大家伫耶路撒冷咧同心禁食祈祷的时阵，上帝神降临伫一个利未人的身上，宣告上帝平安的旨意。但是总是也是爱处理争战嘛。但这个时阵咱读这段经文，咱会发现讲一个真趣味，但是真严肃的现象。圣经记载讲，约沙法甲百姓参详了，做一件代志。伊毋是安排军队当然军队爱组织啊。但是，伊就设立唱歌的人，互因穿圣洁的礼服，就是讲伊组织一个圣歌队啦，放伫迄个军队的头前，所以咱遮的男生你若准备以后要征战时，你爱放伫军队的头前啦，因咧唱毋是唱啥物个，因毋是唱啥物军歌，像同胞们起来，毋是唱这个毋是讲唱对着死了，毋是安尼，因唱啥？因唱着称谢耶和华，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因学了上帝，所以伊毋是将迄个精兵放伫队伍的头前，是将迄个圣歌队诗班放伫队伍的头前。因大声学了上帝，结果是安怎？神也发生。根本就免小阵，讲上帝互来犯的对敌，规个拢失败。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学了上帝的声音，互因的征战得到胜利。咱今安怎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属灵的提醒，就是学了的能力，要表现伫咱属灵的征战的时阵，伊互咱伫征战的时阵得到能力。为什么？因为魔鬼要攻击咱的目的，就是要互咱离开上帝，袂记起上帝，怀疑上帝，互咱无仰望嘛，互咱对上帝失去仰望。但是一个拄着困境的人，伊悠然大声学了上帝，是咧表明伊愿意信靠上帝，表示咱无要受影响，咱有能力去抵挡魔鬼的攻击。大声学了上帝，为咱带来能力。大声学了上帝，代表咱宣告上帝伫这一切顶面掌权，咱生命充满仰望。有人会讲，牧师人是有情绪的动物
咱心情有时悬有时低嘛。顺境的时阵要学乐真简单，逆境的时阵敢有真正会当学乐？但是咱要真清楚啦，学乐是一种操练，咱不应该受情绪去控制学乐。反倒当咱用学乐来影响咱的情绪。咱伫圣经中间有一个人，真特别，叫做先知哈巴谷。这段经文咱拢真清楚嘛吼。讲虽然无花果树无发旺，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也无效力，产园无出粮食，羊槽内底也无羊，牛棚内底也无牛。但是我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喜乐。牧师来翻译做咱台语的现况的，我读互大家听。虽然经济无景气，头路无去，厝内米红找无米，囡仔马上要交学费，但是我犹原要因为主来大欢喜，唱歌学乐伊。你会讲拄着这情形，敢真正会当学乐？这太困难了。伫困境中间，佮爱学乐，这无符合咱的人性。但是牧师要大家讲，你若伫困苦中间，佮悲伤吼，你永远无法度脱出这个困苦。伫困苦中间的学乐，是互咱脱离困境，得到愿望上介好的方法之一。当然，咱头前讲过，目睭爱操练，喙爱操练，有一个根源，就是第三项，牧师要大家讲，咱心爱操练。第三项提醒就是咱心爱静落来，爱做心灵的操练啦，因为咱的心爱改变，爱平静，这就是心灵的操练。亲像做事的人讲，我的心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伫我内面着急？因为伊知影伊问题根源是在伫伊的心嘛。咱的心若无改变，困境就无可能改变。会失去愿望的人，多数是因为心情无好，人的心乱，人的心一旦乱，咱的生命就乱去。生命乱去，就看袂出上帝予咱的愿望。有的人拄着困难的时候流目屎，一直流，流到袂记即上帝。咱流一段时间了，咱若目屎切互大，咱看见上帝予咱的应允啊。咱拄着困难的时候，咱啼哭，一直用啼哭的声代替欢喜的声。但是当咱心安静落来了，咱知影爱学乐上帝，咱学乐了，咱就重新得到快乐。咱若一直心袂安静，心乱，生命就乱；生命乱，咱就看袂到愿望。所以咱爱保守咱的心怀意念，互心无搁再忧闷，无搁再着急，反倒当是要充满上帝所赏赐的能力、喜乐甲平安。咱的生命中间嘛是安尼，拄着困境的人无悲观的原理啊。咱仰望上帝，咱学乐上帝来得到快乐。伫遮有一个见证，我甲大家分享。伫我大学毕业的时阵，我迄个时阵我有满腹的热情，我足想要服侍上帝，所以我就看见着真侪大专学生，甲我同款咧追求信仰的道路，需要人帮衬，所以我大学毕业了，我就留点伫台南大专中心服侍。但是初期的服侍并无顺利啦，因为迄个时阵我被派去担任一个学校团契辅导。咱来理解大专事工甲咱教会事工是无共款吼。大专事工是迄个面对的成员是流动的。我们对即个团契可能真侪人，可能一毕业20-30个，即个团契就突然间拢无人。若新生无补入来即个团契可能若一冬两冬拄着即款的情形，可能规个团契就拢撤了。所以我迄阵去接一个团契剩无几个学生啦，因为毕业的伤济剩无几个学生，变做辅导比学生较济但是阮真认真啦，我甲这个同工讲咱毋免灰心，咱做伙来做神圣的工作。神圣的工作做了好咱这个团契就哪来哪稳固所以我就甲因做伙设计真好的即个阮感觉真好的即个迎新的宴会然后搁做即个
邀请卡吼，家己做邀请卡去邀请人来参加，邀请新生来参加这迎新的晚会。结果吼，迄日子经了毋对了。说学校举办一个足大型的学生的聚会，所以所有的新生拢参加迄个聚会，无人要来参加阮团契举办的吼，叫连一个新生也无，冇别个期待，结果吼，哇，叫人打击一个真厉害吼。所以迄天吼，我会记我都骑奥多摆吼，要登去阮学生中心的宿舍。一路吼，目屎用要淋落来，讲啊，够艰苦的。讲上帝啊，为虾米你呼召我来做即款的服侍，竟然互我拄着遮尔大的打击吼，真正是吼，强要做袂落去吼。入去我的房间内底吼，枕头摸咧吼，伫遐流目屎。但是上帝回应真紧啊，无偌久了吼，我就听到电话，台中中心的电话，有响，所以我就去接这个电话。一个是一个对彰化拍来的家长，伊讲要找猫咪团契的辅导，我来讲我就是，伊后讲吼，拜托有一个细囝来读即间学校，拜托阮好好来照顾这囡仔，来培养信用吼。伊甲阮讲伊的背景啊，吼，伊讲伊虽然这家长是自细汉伫教会大汉，但是几当来因为工作的缘故吼，比较较少去教会，因为伊的太太毋是信徒吼，所以伊的囡仔拢无鼓励去教会吼。拄要细汉的时候去过主日学吼，一段时间了，出来就拢无去啊吼。伊就无用照顾这囡仔信用，伊家己用来做主责的吼。叫前几工伊的囡仔吼，因为来台南读册吼，所以拍电话转去。伊囡仔来讲吼，我拄仔来学校的时阵吼。因为学校有咧做迄个申请的调查，其实迄是阮做的吼。伊讲有一栏吼，要互添伊的信用吼。因为爸爸是基督教，所以来写讲伊是基督教的信用，所以就有人来探访伊吼。佫有一个吼大颗的辅导，佫摕一张卡片互伊啦吼。这卡片吼写真侪字吼，伊拢看有，但是有4字伊看无啦。因爸爸就讲倒4字吼。伊讲卡片上落尾时写4个字，写做以马内利啊，吼。因爸爸就来讲，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你同在啦，上帝甲你三甲地地，吼。因爸爸就来因囝讲，你爱去团契，鼓励伊去团契，吼。因爸爸吼就拜托我吼，我知影迄个时阵伊的情绪已经真感动，听着伊安尼敢要流目屎的感觉吼，要哭的感觉。又讲拜托我好爱照顾伊的囡仔吼，了后我就这电话来敲来吼，电话敲来了，我就走倒去我的宿舍吼，伫遐放声大哭吼。上帝实在是太奇妙啊！吼，迄伊玛瑞利迄张卡片是我写互因囝的对无？因囝来因爸爸问讲伊玛瑞利是啥物意思？然后因爸爸伫电话中甲我讲伊玛瑞利，上帝甲你同在。所以我迄张批本来是要祝福这个囡仔，结果迄张批变成安慰我。同我讲，拄着任何困境，上帝是甲你同在，以马内利的上帝，你毋通灰心，你要专心仰望伊。伫困境的时阵，上帝甲你同受苦，甲你做伙要面对这个困境。所以我对安尼得到鼓励，阮就招这同工个，大家过来办一遍。过来好好来办一遍，好好来邀请，叫阮迄边吼新生工作吼，拢总50几个新生来参加吼，有个人也规班拢带来吼，然后迄学期是这个团契有史以来人数聚会上介济一学期。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困境的中间，咱毋通惊吓，学习目睭的功课，仰望上帝。学习嘴的功课，学了上帝；学习心的功课，专心信靠上帝。上帝的确帮助咱脱离这个困境，互咱凡事毋忘。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主啊，阮愿意操练阮生命中间无够野的功课。互阮的目睭看见你所享受的愿望，互阮的嘴会当大声学乐感谢你。
也将阮的心完全献给你。透过安尼来领受你所授赐的恩典。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456首，圣诗456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这时阵要代表少年教会来欢迎第一摆来阮中间做礼拜的兄弟姊妹，
你若伫外面也袂天内边留名卡，请你即个时阵会当利用淡薄的时间，伫你的座位头前有留名卡，请你会当来填好势，才交互确定收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甲你熟悉。即个时阵，咱来备办心，咱来备办来奉献。慈悲天然，阮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生活中得到上帝你供应，互阮会当伫你的圣会中来做礼拜、来奉献。阮也愿意将阮的全生涯摆伫主你的面前，愿你清气阮，互阮会当诚侪圣洁的器具，互你使用。愿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咱本主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伫咱的礼拜堂中，咱有看见点到第2支紫色的蜡烛，代表信心，互咱用坚定的信心，学习完全的信靠甲交托，来面对每一日的生活。也活出主所爱的样式，诚做正人的祝福，
咱本年度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咱有刊登伫周报内的第13页。咱嘛有制作一张彩色的吼，咱伫顶礼拜有摕到，请咱大家关心、参与、带导，也会当邀请咱的亲朋好友、无道友做伙来参加每一摆的遮的聚会。第二，本主日是总会所定退休传道师奉献主日，那请兄姐搁较侪来支持总会团福会，来关顾在职以及退休的牧者夫妇，以及破病中的牧者急难救助等等的事工，用实际行动来陪伴、来疼惜咱的牧者。第二，圣诞节赞美礼拜伫12月24，早起时咱10点半第3场的礼拜来举行。伫迄个礼拜中，咱嘛有洗礼，所以请咱会当也邀请更较侪的朋友来参加。平安暝圣诞乐是伫12月24暗时7点半伫10楼礼拜堂来举行。来当请咱来邀请咱的朋友做伙来参加。新生命的餐会是伫12月24，就是赞美礼拜迄个洗礼了后，迄个中昼伫9楼的联谊厅是邀请受洗礼的兄弟姊妹来以及因的亲友来出席这个餐会。咱需要报名，所以请受洗礼兄弟会当9楼的慈温会干事来报名。集体关怀，第一，本会会友明志兄弟的妈妈丹阿老姊妹伫11月29安息主怀，已经伫12月初4举行入念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带导，也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二，本会卢光勋执事的妈妈卢秀凤姊妹伫12月7日安息主怀，定伫12月14，就是即个礼拜4下晡点半伫宜兰罗东的寿园举行入念火化礼拜，并伫12月30下午2点伫宜兰罗东教会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带导。愿上帝安慰功勋以及因的全家族。社会问道理是为着12月24要受洗礼的这兄弟，时间是12月15，就是这个过来拜五暗时7点开始。请咱这轮值的长老来陪伴来参加。岁末感恩的祈祷会是伫今年最后一日12月30日暗时7点半伫10楼礼拜堂。咱欢迎所有的会友来踊跃参加。过来咱看第5页。第5页有青年牧区的事工，请咱来关心。咱的下一代因会当来参与伫遮的圣诞晚会，也是伫寒假宴会，也是伫即个北区的即个门徒营，咱拢有写伫遮办法以及即个费用日期，拢写伫遮，请咱家长会当来鼓励咱的青年来参加。咱先开第6页，英语牧区的事工，也请咱会当来关心。伫咱7楼，咱阁有一个英语的牧区，伫遐因有举办遮个侪侪事工，邀请新朋友来参加。总备委员会的消息。伫儿童主日2有圣诞的外展的活动，这是真有教育性以及栽培性的活动，请咱家长会当陪伴鼓励咱的细囝来参与。第3点伊遮有写马槽捐，就是伫12月24，儿童主日2有每一年拢有举行马槽捐，因的奉献是要关乎罕见疾病。这个人吼，所以这真有意义的一个举动，请咱来鼓励咱的细囝来参与。教社委员会消息，遮有上大的本学期结业的感恩礼拜，这日期吼。以及盲朋友是伫12月16，盲朋友是伫12月16拜六，早起时8点50。
盲朋友联谊会要伫10楼来庆祝圣诞节。佮讲一摆吼，盲朋友联谊会伫12月16拜六早起时8点半，伫10楼礼拜堂庆祝圣诞节。来看第7页甲第8页，咱教会所设立的事业体机构，则有三芝福利园区，伫即个所在有要需要有最即个工作人员，请咱会友会当来关心，会当来推荐。幼儿园伫即个所在有要举行圣诞的庆祝会，伫12月16。咱伫新庄有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嘛有需要新的员工、新的同工，伫遮有需要居家服务照服员，也有需要社工、甲护理师、居家照顾督导员、种种司机吼。所以请咱会当来推荐吼。第8页则有团契的消息，就请咱各团契咱会当家己斟酌来参加。较要紧是伫献歌队队员的甄选。咱每一世代咱拢需要有新的同工来加入。献歌队嘛无例外吼，所以伫即个所在，献歌队要招收2018年新年度的即个队员，请咱会当符合即个遮所列出来遮的条件吼，那请咱来报名来参加即个事项。第9页有写拄则我报告12月24要设立，拢总有13位姊妹，5位兄弟。即个甲咱教会人口比例差不多啦吼。咱拢是姊妹较济吼，姊妹较受祝福啦吼。兄弟拢较避暑吼，拢较无咧出来迄款吼。所以你看咱的人口吼，甲咱的受洗礼的人数差不多等比例吼。有小儿的洗礼吼，有2位更新礼，所以若更新礼包甲加上咱的洗礼，成人洗礼，即摆20位吼。伫20位，若以过去咱的圣诞节的受洗礼，20位算少的吼，算少的，所以咱会当搁再加油吼，咱来共同来努力，希望会当引带搁较侪人来加入伫上帝国吼。第9页则有身体欠安的兄弟代祷吼，请咱斟酌来看，看咱有熟悉无？看咱有熟悉遮的兄弟无？有可能有久久无伫咱中间做礼拜，有久久咱所孝念的，咱会当为因来祈祷，伫咱每一日的灵修的中间，会当来孝念因，为伫祈祷中来纪念因的病痛。以上报告，这个时阵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才有几位。第一位是谢瑞基小姐，小瑞子伫后壁哈，欢迎。伊对中了来哈。第二位是黄慧君小姐，好，大家好。第3位是甘进兴先生，大家好。搁一位是李文德小姐，伫楼顶。毋知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无介绍到吼。咱欢迎这个贵宾吼，等下咱四周围的人会当来带到迄个贵宾室，互咱搁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今早起，互阮来到圣殿亲近你，透过亲近你来领受你所享受的恩典。阮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每一人的心怀意念。阮将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阮会当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名。阮中间如果有心神肉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因充满对上帝来
的溃烂，求主授予因复原的力量，帮助因超越过因肉体心灵的困境。凡事仰望上帝，得到愿望。我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互阮充满快乐，用阮的性命来为你做见证。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起立来吟上扬的诗，圣诗509首，学老天父万福本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谢阮强受差遣。